这个新闻要带咱的乡亲来去云林佚佗。当年4月中旬开始，古坑地区就会办这个火金菇季，就是邀请乡亲去欣赏火金菇，来推广在地自然的生态。这摆伫华山旅游中心就设计一个火金菇的教育基地，并且将这个咖啡、甲火金菇以及自然景观甲人文的特色做结合，和古坑观光的体验搁升级。 古坑火金菇节特别高，为了推广在地自然生态，和游客能更熟悉火金菇和古坑自然环境。这摆伫咧华山旅游中心有设计火金菇的教育基地。只要你来参加萤火虫季，然后就是从早上8点，然后到晚上9点，这个馆都会开着。然后它里面有互动式的那萤火虫。另外，古坑是台湾咖啡的原乡，这摆火金菇季冒含在地100年咖啡总园合作。从4月中旬到5月底为赏萤的季节，欢迎大家来华山赏萤、住宿、喝咖啡。企业真地将产业区旅游串联，将咖啡和火金菇、自然景致、各人文特色到达做伙，希望游客来到这，唔来当看到真水的火金菇，买当亲自了解古坑人文特色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